大家好，歡迎大家再次嚟到故事講堂。今日繼續講韓愈嘅《論佛骨表》，我先讀一段俾大家聽先。復為呂姓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可以道人為僧尼道士，又不可以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治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置之全令成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牆，預留以觀，如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身須自如，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長也。藉以年豐人樂，殉人之心，為京都時樹，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矣。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言百姓愚明，疑惑難曉。久見陛下如此，將為真心事佛。加聞天子大聖，又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適新命？分頂燒紙，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招自無。轉相仿效，唯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又不積加禁壓，更力諸治，必有斷臂聯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紹四方，非世事也。好，文句解釋：呂姓文武皇帝，即係絕頂聰明、能文能武、人格完備嘅皇帝。呂姓文武皇帝係當時群臣對憲宗皇帝讚頌嘅稱呼。神聖英武，即係脫俗無瑕、卓越威猛咁嘅意思。未有倫比，即係沒有誰可以比得上。歸道人為僧尼道士，喺憲宗即位初期，曾經斥禁私道戒壇，即係唔俾人亂咁設立道場，亂咁話自己係和尚道士咁解。鳳牆，即係鳳翔府，位於而家嘅陝西省。遞迎，即係接續迎接咁解。士庶，即係有身份同埋冇身份嘅人，亦即係市民大眾啦。詭異之觀，即係奇特嘅擺設。戲玩之具，即係唔正經氹人開心嘅玩具。安有，即係點會有？愚明，又蠢又鈍，冇辦法用道理講得通，點極都唔明嘅。疑惑難曉，即係容易受到蠱惑，好難講得佢明白嘅。豈合更適新命，豈即係點會，怎麼會？譬如豈有此理，即係點解會有咁嘅道理？而豈合更適新命呢？即係仲點會去錫身呢？焚頂燒指，即係用火焫個頭，用火去燒自己嘅手指。棄其業次，業次係同義詞。棄其業次嘅意思，即係抌低晒自己正當嘅工作，乜都唔理咁解。禁壓即係阻止。斷臂聯身，斷臂即係斬自己隻手落嚟。聯身即係自我凌遲，將自己身體嘅肉一忽一忽咁樣割落嚟。傷風敗俗，即係損壞社會上嘅良好風氣，毀壞傳統嘅良好習俗。好啦，呢段文章由復為聖呂文武皇帝陛下到傷風敗俗，傳紹四方，非世事也。成段嘅意思係點解呢？佢成段嘅意思呢，就係咁嘅。到咗我哋而家嘅絕頂聰明、能文能武、人格完備而又脫俗無瑕、卓越威猛，從古到今冇人能拍得住嘅皇帝陛下，一上場啫就落柯打，禁止私道戒壇，唔俾人立亂咁做僧尼道士道姑，又唔俾人再起寺觀。我曾經認為高祖皇帝嘅意願一定會喺陛下嗰度實行嘅，即使話而家唔能夠馬上做得到，又點可以放縱起嚟，反而去發大件事呢？
聽講話陛下叫班和尚去鳳場嗰度將佛子骨恭迎到嚟，自己仲要親上樓台嗰度參拜，仲要抬入皇家內院恭禁，之後又叫各自輪流迎接供養。我自己知道自己係蠢到加零一噶啦，但係都應該知道陛下唔應該係受到佛事嘅蠱惑而做出啲敬拜祈福呢啲咁嘅事嚟嘅。只不過正值而家大豐收，大家都想揾啲嘢嚟 happy 下，所以陛下就順從民意，拎個神神秘秘、古古怪怪嘅器物擺喺度，氹下人開心咁解嘅啫。陛下咁神聖英武，又點會走去信埋晒啲咁嘅嘢啊？不過嗰啲百姓係魯鈍之人，佢哋容易受到蠱惑，又好難教得明白。佢哋見到陛下咁樣做咯，就會認為陛下都信咗佛，咁個個都會話我哋嘅大聖人啊，佢都信咗佛啦。咁我啲百姓啊係咩人啫？咁就個個都更加唔會錫身啦。於是就搞到用火去焫個頭，焚燒手指，一堆一堆，百幾人又有，十幾人又有，大家圍埋一齊。有錢嘅就捐錢，冇錢嘅除晒衫拎去當都要去捐錢。個個由朝到晚見人做乜佢又做乜，空師做得唔夠人哋快，佢哋老老少少，個個都係咁走嚟走去，連自己本來應該要做嘅嘢都抌低晒唔理。呢啲咁嘅事，如果唔馬上制止，仲話要將啲佛骨逐間字去俾人參拜，咁就一定會有人顛倒，自己斬自己隻手落嚟，或者自我凌遲，一忽忽肉咁樣咧割落嚟拎去供佛，做出啲咁嘅損害良好社會風氣、毀壞社會良好習俗嘅事，傳咗出去俾人笑，咁就真係大件事啦。好啦，下一段，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封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件，禮賓一設，賜衣一輯，為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生死已久，枯朽之骨，空位之餘，豈而令入宮禁？好啦，詞句解釋。夷狄之人，即係地區落後、沒有文化嘅人。衣服殊製，即係大家着嘅衫都唔一樣。法言，即係有嚴謹規矩嘅語言。法服，即係有優雅為度嘅衣服。君臣之義，君臣之間應有嘅規矩。父子之情，即係父子之間嘅天倫親情。宣政一件，喺宣政殿見一面。禮賓一設，即係由鴻臚寺請佢食一餐飯。為而出之於境，即係由朝廷派人押送佢出境。所謂為，表面上就係保護同埋迎送外賓咁嘅意思啦，其實即係押送咁解。因為國家規定使節嘅去來咧，都係有一定嘅路線規矩嘅。使節係唔能夠亂咁走嘅，目的就係唔俾嗰啲外國人咧認識自己嘅國家地理位置，唔俾人知道自己國家嘅山川河岳，避免日後打起仗上嚟咧，人哋熟門熟路打到入嚟。嗰時候國家嘅地理其實係國家機密嚟嘅。好啦，成段嘅文章由夫佛本夷狄之人到豈而令入宮禁嘅意思係乜呢？意思就係話，所謂佛只不過係一個落後地區冇乜文化嘅人嚟嘅啫。佢哋講嘢咿咿啊啊啊叉啊叉咁樣，根本同我哋係搭唔上話嘅。佢哋着嘅衫袒胸露臂，講嘅嘢又唔係我哋先王流傳落嚟俾我哋嘅嚴謹法度嘅語言，着嘅又唔係由先王傳落嚟俾我哋有優雅為度嘅衣服。佢哋唔識君臣之間嘅規矩，又冇父子間嘅親情。如果嗰個佛
到而家仲喺度，又俾佢哋嘅國家指派到嚟我國進行朝覲訪問。就算陛下願意見佢，都只不過係喺宣政殿嗰度見一面，然後叫紅勞士請佢食餐飯，再送套衫俾佢，之後就會懸龍押送佢出境，唔會仲俾佢留低喺度蠱惑民心嘅。更何況佢死咗咁耐，剩低落嚟嘅只不過係一粒污糟邋遢又得人驚嘅枯朽子骨，又點可以抬入嚟大內嘅皇宮咁遠呢？好，下一段。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上令無足先以屠獵，忽除不祥，然後盡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無足不先，屠獵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義，絕後代之患，是天下人之大聖人之所作所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成哉？豈不快哉？忽如有令能作禍祟，凡有殃咎而家臣身，上天鑒臨，身不怨悔，無任感激懇墾之至，謹奉表以聞，臣謀誠惶誠恐。好，詞句解釋。孔子佢係春秋時期提出有教無類嘅一位教育家，本身係殷商後人。殷商被滅之後咧，佢嘅後人又被封到宋國。孔子嘅先祖咧，亦都係宋國嘅貴族嚟嘅。後來因為避難咧而逃到魯國，因此孔子本身係有士嘅身份。喺佢51歲嘅時候，佢出仕魯國，先做中都宰。中都係喺山東嗰邊。所謂中都宰咧，就係中都嘅最高行政長官啦。孔子做咗中都宰1年，成績非常好。其他嘅地方咧都紛紛咧派人嚟學習，即係好似農業學大寨啊、工業學大慶啊咁樣啦。於是佢就由中都宰晉升為司空，再升做大司寇，再行攝相士。喺呢段期間，佢協助魯定公出席同齊景公嘅甲谷之會，並且主導相關嘅禮儀，同埋以全權代表嘅身份嚟同齊國談判，迫使齊國歸還先前掠奪魯國嘅土地。可惜後來因為佢想鞏固魯國嘅軍權，得罪咗喺魯國真正擁有實權嘅3大家族，加上齊國因為恐怕魯國有咗孔子而國力強大，會損害佢哋未來發展嘅利益，於是組織咗一個美女歌舞團，送去俾魯國嘅國君。於是魯定公就夜夜笙歌，逐漸疏遠孔子啦。到咗後來，國家進行交際嘅時候，孔子冇收到祭祀過後嘅祭肉，於是孔子知道自己咧喺呢個國家已經冇乜地位噶啦，於是佢就離開魯國，進行周遊列國嘅政治活動，想話推銷佢嘅政治主張。可惜佢嘅主張被認為係不合時宜，所以佢周遊列國14年都得唔到任何一個國家嘅重用。到咗晚年，佢就只好翻到魯國嗰度咧去做教育工作啦。敬鬼神而遠之，呢句話係出自《論語》嘅。《論語》主要係孔子教學時同弟子對話嘅言行會篇。敬鬼神而遠之嘅意思就係對鬼神我哋要有崇敬之心，但係要保持一定嘅距離，咁樣先至唔會迷信。孔子亦都曾經講過，未能視人，焉能視鬼？意思就係連人嘅事情我哋都未做得好，又如何去處理鬼神之事呢？韓愈引孔子講嗰句話，其實就係想獻忠要同侍奉鬼神呢啲嘢保持一定嘅距離，唔好咁迷信。巫祝，巫本來係主持跳神舞嘅人，而祝就係主持禱告唱頌嘅人，後來分工混合，一律都稱為巫祝，即係請神驅鬼嘅人士。屠獵，屠係驅鬼之木，獵係掃把。屠獵就係用驅鬼之木紮成嘅掃把。有司即係有關嘅部門。鑒臨即係到來做證。懇墾即係真誠。誠惶誠恐即係內心忐忑不安。好，文章最後嘅呢一段，佢嘅意思係咁嘅。
孔子話：對於鬼神，我哋要抱有崇敬之心，而又要有保持距離嘅態度。舊時嗰啲諸侯喺國內去弔唁嘅時候，都會先叫嗰啲請神驅鬼嘅人用桃木掃把去現場嗰度清除嗰啲不吉利嘅事，然後先至入去弔唁。而家無端端攞嚿污糟邋遢嘅嘢翻嚟，唔先去揾毛竹嚟作法，又唔用桃木掃把去清理，嗰班大臣竟然唔指出咁樣係唔啱嘅，而本來負有嚴責嘅御史，又唔指出陛下咁樣做係有問題嘅。我對佢哋嘅粒聲唔出，簡直係感到羞恥。請求陛下將呢嚿咁嘅骨頭交俾有關嘅部門，然後抌落水又好，抌落火又好，總之就唔好俾佢再出現，消除天下人嘅迷信，斬斷以後嘅人被蠱惑，俾所有人都知道我哋嘅大聖人所做出嚟嘅嘢同佢哋係絕對唔同嘅。咁樣做唔係一件美事咩？唔係一件大快人心嘅事咩？我今日所講嘅嘢，佛如果會知道，而又能出嚟禍害人嘅話呢，咁就一人做事一人當，將所有嘅禍患降臨我身上啦。請天上嘅神明都嚟為我做證。如果我真係受到禍患嘅話，我絕對不會埋怨同埋反悔。我喺呢度以無限感激同埋真誠之心，恭敬地將奏表呈上。我嘅內心到而家仲係忐忑不安。好啦，論佛骨表就講完啦。如果我哋就咁睇韓愈呢篇文章，都會覺得佢言辭激烈咗啲，但係佢都係擺事實講道理啫。譬如佢講梁武帝餓死台城嗰段，基本上都係事實，不至於話要斬要殺嘅。不過所謂崩口人忌崩口碗，唐憲宗迎佛骨本來就係想求福報嘅，而家韓愈寫咗篇咁嘅奏表，唔掃興就係假。再加上佢講嗰句是佛求福乃更得禍，咁就唔止係掃佢興啦。喺憲宗角度嚟睇，簡直就係咒詛佢。終於憲宗大發雷霆，差啲就將韓愈推出午門斬首。好彩得到朝中嘅大臣極力營救，韓愈先至執翻條命，被貶去潮州，做出另外一番事業。下一篇我會講韓愈嘅祭樂愚民，喺呢度想同大家做一個文字嘅互動。孔子嗰句敬鬼神而遠之，就係成語嘅敬而遠之嘅出處。如果大家對寫作有興趣，不妨用呢句成語做一個句子，放喺留言區俾我。如果大家寫得好，我會點個讚。如果有要改善嘅地方，我亦都會話俾大家聽。好，再會。